今仔个人台湾的专题报道，咱要来看中华的竹塘乡，乡里四个人都有一个是老大人，家只有一班公车，所以乡公所今年3月开始试办幸福巴士的计划，方便学生上下课。嘛，在时段去社区中心哦。其实唔那竹塘，台湾有真侪社区拢有这款免费的巴士，望讲互老大人会当在地老化，过了舒适。透早7点半的时间一到，社区的时段一个一个行来集合的所在，那开讲，那等车，因等的就是这台幸福巴士。5分钟的路程，有车通坐是时段5万真久的代志。咱庄头吼，伊4线，有时啊吼，你上过远的话吼，交通上对因来讲，吼，咱嘛是顾虑到因的安全啦。所以咱主要吼，这个幸福巴士重要，就是要吼，甲因载来到咱社区，吼，来遮学一寡吼健康的知识运动。关怀据点的长辈有一半以上拢已经80-90岁啊，厝内若无人接送，来据点的交通就真废气。我后壁这栋建筑物就是中华县竹塘乡土库社区的关怀据点。自从3月份幸福巴士开始驶了后，来遮参与活动的长辈人数也有提升。时段对老师的动作，震动身躯，活动骹手。遮内底大约有3成的时段拢是坐幸福巴士来的。嘿，交方便啦，都安尼8点外来，4点转去。教室这边时段专心上课，另外一头灶骹内底社区职工当咧无用传中昼顿。80-90岁的长辈拢伫内底上课较济，啊灶骹就是拢70-80岁啊，所以即马就是讲变做嘛是老岁仔照顾老岁仔啦。食饭时间一到，时段照顺序底菜，有肉咸、菜色，佮有汤，营养较匀。有时啊出去外口买啦。我若较过来煮就买来煮，啊若无我就走去外口买倒来食呢。青菜煮啊，青菜煮哦，啊我就泡面啊，啊我炒水饺啊哈。社区安排的课程多元，毋那身躯爱活动，头脑嘛爱动起来。老人啊来遮精神会较好，对无吼？啊来遮就较有盘通算。算啥物？你拢算啥？啊，就有当有使，逐项都有着啦。写字嘛算写，逐项都有着啦。竹塘乡过去主要产业是做田为主，即阵少年辈大部分拢出外食头路。理事长陈碧玲嘛讲，时代已经伫故乡大管事啊。即阵社区中心正做因联络感情、度时间的好所在，未来会为着在地努力继续打拼，互长辈留来日子会当快乐过。记者苏晴，中华报道。